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9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年，风声讲中国要招3000名陆军官校的校友去到广东古镇黄埔军校参访，也互佩服会批评是统战行为。台南政府议长贿选案件下晡宣判，区里离林指定顶侪人拢无罪，检方也讲会搁再上诉。菲律宾这几天已经超过40度，政府宣布学校暂时停课放高温假，另外面加拿温度较悬，这家长也惊讲这学生囡仔上课会热死。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年，却传出北京要招3000名的陆军官校校友呢，去到广东具体黄埔军校参访。特区会主委房世宽就骂讲，中国无资格办这个活动，而且因的目的就是统战尔。今年是黄埔军校创立100周年，传出北京积极筹划陆军官校校友6月16前后到广东省广州黄埔军校具体参访，佮设定100团，每团大约30人的目标。也毋过，特区会主委房世宽批评，中共无资格办黄埔100年，佮较充满统战意识，唔相信有3000人会去。中共到底有没有资格办黄埔100年？当然没有资格。但是他要办的话，这是统战的意图。假设3000人去了，那你既然那么喜欢那边，你干脆就不要回来了嘛。房世宽强调，某一寡企业要去对华的退役人士，并未当代表全部台湾人。要去对华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的陆军退将吴思怀表示，无接到相关邀请，家己会参加高雄凤山陆军官校活动。海陆蛙兵退役人员协会证实有收到邀请信息，也毋过未派人参加。我们有接获这个讯息，我们的立场应该是不会派人，也不会参与。现任的弟兄还都蓄守在金马这一线，那既然我们是退役的人员，我们自然就是他们的后盾。我基本上不会去。中共这活动基本上它是承认中华民国，承认黄埔军校。我想可能会有黄埔校友愿意去，但是绝不可能到3000人这么多。中国唔拿强化对台统战，也加大军事施压，导致国民党立委访中期间，中军人员一直交代，攻击性质包括经家人只有37海里，对台处罚2个落伍。特区会主委房世宽认为，共军唔那是对台威胁，目的也咧向国际宣告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团总调鲍昆萁带团访问中国，登来到台湾啊。今仔日也开记者会，鲍昆萁强调，这届是去推动这观光交流，降低两岸紧张的气氛。面对中国单方面宣布开放福建去到马祖旅游，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认为，这中国开放了伤过少啊。那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也质疑，这拢是传统好势政治戏出，和中国讲什么，鲍昆萁就要甲民众交代好清楚。国民党立委组团到中国访问29点开记者会，党团总调鲍昆萁讲，这届破冰之旅唔拿推测观光，还佫降低两岸紧张关系，呼吁准总统赖清德爱勇敢面对两岸关系。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质疑，这是国强讨好的政治大戏。更希望赖清德总统当选人能够勇敢的面对两岸关系，必须要来改善。我们必须让民众远离兵凶战危。这是早就密谋好。串通好的政治大戏、政治骗局，柯文萁必须回答的。你看嘛，王沪宁密会谈了什么？换了什么？南委访中了后，中国遂宣布开放福建省居民到马祖观光。福建省推出新一波惠台13条措施，开放部分东西产品输往中国。开放20个试点城市网络申办补发附带证。各大班提出开放230个航点甲海空客运直航。鲍昆萁爱行政院一天开放15000至2万个陆客来台。不过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希望两岸会当转来到原来平台沟通。交通部长王国材认为，敢若开放马祖实在伤势。它的幅度或者是它的这个作为呢，内容呢，并不符合我们预先的这个期待哈。但是呢，我们仍然很乐见呢，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台湾的呼吁呢，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所谓对点就是用疫情前的这个水准嘛哈，这是团客全面开放，自由行47个城市，那。所以我觉得它是虽然有善意，但是这个幅度太小了一点。中国这届并无开放到金门旅游，金门旅宿业者真失望，也有可能是因为渔船并船案的影响。
我们在猜想，这一次应该是我们的金门之前的一个传染的一个事件，所以引发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对中国要关护花莲地动灾民组合处，内政部处长花建群表示，灾民的安置后续的方向是扩大提供租处，若做也无够，组合处是选项，不过目前无遐尔条件要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海关总署宣布，要搁再开放台湾的文旦进口，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满岛的农民也拢真肯定。不过，就民意代表批评讲，这中国先禁止再过来开放，拢是因地的主意。园仔内文旦树才当日结果，农民把司机赶紧落肥。不过今年满岛文旦开花状况无啥好，佮加上落果的状况侪，有农民暗算今年的产量应该会减。即马佮传出中国拍算要准咱的文旦进口，农民普遍拢认为讲这是一条好消息。是期盼，而且也是期待的。因为就是对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帮助的。这2年外销都大陆没有做，那就转往其他国家。那如果说大陆又重启开放的话，相对的就是整个台湾的文旦油的卖压会降低很多。事实上，满岛文旦有9成拢是内销，中国开放进口佮加一条通路，不过对于满岛文旦来讲，影响无大。很多国家很多，我们就在做进行那个外销的这样的一个推广了。因为我们讲过爱蛮念爱蛮念不爱，所以我们是觉得还是希望就是说可以就是大面向的多元的多国的推广的话，其实对我们农业来讲也是较好的。两岸本来就是要朝向融冰、朝向彼此和解、朝向彼此包容的方向走。简单讲，放毒也是因，该毒也是因。中共是以农工政权起家的政权。但是呢，老是喜欢拿台湾农民来开刀，老是喜欢欺负台湾农民。虽然咱的文旦会使去进口去中国，不过农民期待也是要稳定市场。若是连买卖量、计销拢无稳定，这真正是伤害。加上台南阁有真侪好的农产品，亲像山啊、往来等等，嘛希望会当互中国消费者有机会食到。民代嘛呼吁中国尊重台湾兄弟之邦，停止军机了台，促进双方平等互惠交流，这是正面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这基泰建设伫大地的建案，因为施工出问题，害附近的徛家起气。经过检方7个多月的调查，发现讲这基泰建设无照度施工，佮再请相关单位变更检测的数值，甚至有监造人含技师行去到现场勘检等问题。今仔日专案的是侦查终结，依照违背建筑实施规定罪嫌，起诉基泰姓区的护理，也佮这姓王的建筑师等5个人。我基于这个责任，我宣布辞去基泰建设董事长一职。建案有看到基泰建设高层勿公开会议的，去年9月基泰大地建案施工，海州回民提报答。经过7个月会调查，检方指告定结，以违背建筑实施规定罪嫌，起诉基泰护理曲成宏、工地主任丁博祥、建筑师王德兴等5人，其中3人被检告建请法院中当量刑。邱姓、张姓被告于侦查中誓词狡辩，推卸责任；王姓被告之辩解亦含混其词，3人均未坦诚犯起，且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巨。拍开资料，检方指出，作为工地负责人的县区的护理等人，无按图施工，将高度60公分的连续壁私下求水正做50公分，也无顾检测数值，超过警戒值连续赶工。姓王的建筑师等人无到场勘查，所惊有教会签名用心造假。各走如何案发进前要反映厝损坏，也毋过期待传该检测数据，该量测措施达安看。就是觉得说，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好像都一直被他们被基泰骗来骗去的，就好像一直跟我们讲房子没问题啊。结果后来才发现，哇，原来好像有很多所有状况啊都没跟我们讲。面对损人事件，有做好表示一直受骗，佮批评基泰后续处理消极。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双方协调无成功，会继续处理。台北市政府处也强调，专案建造审核、损林、申诉等监管处人员实有疏失，会检讨行政责任。基泰就回应专案是意外，案发了后也积极面对，努力善后。认为检方的侦查结果部分甲事实无符合，感觉遗憾。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台北宝林地设 A13店3月爆出食品中毒案件，4月29，搁再有一个人死亡，是一名40岁女性，伊伫咧加护病房待个外月了后，因为器官衰竭不幸来过往。目前这宝林案件有35例通报，其中4例死亡，还有2例等咧加护病房抢救。宝林地设湾北 A13店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再继续加一个同情死亡个案。卫生部处长王必胜证实，一个40岁女性伫加护病房抢救1个月了后，也是因为真侪器官衰竭，致使病况恶化，家属忍痛同意无爱搁急救。病情是非常严重，然后包括这个感染的部分，器官衰竭的部分，那已经是呈现一个不可逆的状态了哈。那所以就是很不幸的过世。根据了解，29透早新增加的死亡个案是伫3月中去宝林食鸡啊。处了后有胃吐，也甲落下镜头送医治疗，抢救过程病情有较转好，毋过后续出现严重的感染，病况恶化。目前宝林案到即马累计通报35例，其中4例死亡，也有2例也伫3种加万丰病院加护病房得救治。3种这一位非常低度的意识，也是有一些感染，不过他并没有这么的严重，可能在评估所谓的患感啊。万丰医院那个是移植后，目前的状况比他移植前好一点。那肝脏有些许的功能在恢复。伫这个宝林中毒案，原来有一个基质治疗好的重症患者，伊就是黄淑君，伫加护病房22天，虽然肝指数捌悬到100，毋过伊无放弃希望。伫4月15治疗后出院，伊是头一个宝林案重症出院的患者。基本上那时候是连眼白都不见了。那就是黄疸非常严重，点滴是从早打到晚，然后药就是3餐。是想到说我还很多的梦想，就是没有达成，那我一定要活下来。因为这个案35个患者内底有33个人验出邦克利酸阳性，有南捷总部大便采验结果检测嘛是阳性，不过到目前为止，拢也查无邦克利酸的源头是啥。台北市员刘彩薇伊就公布，这间餐厅2个总铺师拢也无总铺的执照，有南捷总铺原来无参加过卫生讲习。第4位死亡案例了，还是你们认为宝林不需要有厨师执照啊？我们还是会在讨论跟请相关的单位判定。刘彩薇讲，食安爱为源头管控，呼吁台北市食品安全处理条例应该增加有登记营业餐厅，像百货公司、美食街等，至少爱有一个总铺，爱考掉丙级的总铺执照。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这食品中毒案件，高雄的汉来海港餐厅巨蛋店发生食物中毒，已经有52个消费者身体不爽快。另外下晡有这个新增加3个患者，因去食饭的时间已经超过48点钟，敢是甲这个物件无清气有牵连？这部分搁来调查。今麦是咧初步怀疑讲，真有可能是这青蚵仔、沙西米，还有这提拉米苏或者是冰淇淋出问题。市政府表示讲，目前还搁伫咧检验，业者也表示讲，今仔日和明仔也拢先暂停营业，加强观光训练。27这天，餐厅门口就公告暂停营业。汉来海港餐厅鸡蛋店原地互市府要求停业到28清宵，即马搁自主延长2日，直接停业到4月30。也毋过另外一间分店依然正常营运。我们已经用很久了，几乎是1个礼拜没有事都会在这边用餐，所以很放心啊。有民众认为2间店无同，免受过烦恼。也毋过鸡蛋店通报身体袂爽快的人数，对27头一摆有病医通报3人走北顶胃肠镜头了后，28早起变36人，到暗时已经超过50人。29早起9点，搁增加2人。市府表示，这患者是食26下晡茶，甲暗顿搁有27中昼顿。相关疫调及采检检体样本课正进行微生物培养检验中。卫生局强调，业者应依据稽查结果落实执行缺失4项改善计划。疾管署表示，碰过红菜头汁、青蚵仔、沙西米、提拉米苏、冰淇淋、沙拉甲冰格等项列做可疑食材采检。不过，市府强调，疫调甲检体样本搁咧进行微生物培养检验，结果也未出炉。汉来是回应讲，搁自主增加停业2日，是希望确保消费者的安全，嘛加强训练内部员工的食安教育。有计搁停业的这2日，受影响的人客大约1800人。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规工拢是好天，这日头炎着爱行雨伞地帽啊，加热。不过气象署也表示讲，出落来阁要变天啊，因为黄山啊雨头一阵锋面，拜三就要来，而且对于拜二半暝开始落雨的几率会豆豆变悬。拜三、拜四受到锋面影响是上介大的，爱听候到拜五锋面离开，水汽减少，这天气才会变较稳定。拜一烧热的天气，互真侪人超短短裤出来穿，甚至野伞炸日。不过气象署表示，春天的天气得变化真紧，刷落来黄霜雨头一波锋面，拜三就要来啊！拜二日时虽望和拜一平啊烧热，不过拜二下晡开始落雨的几率会豆豆啊提悬，愈晚天气是愈无稳定。那最大的降雨时间预估就是在周二的深夜，一直到周三的白天这段时间，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水汽也是明显的增加。那预估在整个西半部及宜兰花莲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特别留意这种锋面上都容易会有对流性的降雨出现哦，短时间内降雨强度是非常的明显，伴随雷击及强阵风。温度的部分，拜三、拜四受到锋面影响，全台湾的温度拢会降真济。上关温中南部大约27至28度，北部24度，甚至有可能搁较低。明天的话，白天各地高温还是来到30至32度。那随着明天下午过后，这个锋面逐渐的接近哦，可以看到一直到周三、周四这段时间哦，各地温度都是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北部地区红色线。白天的高温会来到24度或以下哦，所以在一整天温度是逐渐的下降，会来到周四的清晨，最低温会来到21度左右。气象署表示，拜五锋面豆豆离开了后，虽望规工各地头也是侪云的天气，不过水汽减少，落雨会以东部和西部的山区为主，温度也会反烧热，上关温30度左右，一直到拜六礼拜透东南风，除了东部会有阵雨，其他地区拢会转做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花莲大地震了后，造成真侪建筑物起起受损，即马当咧拆，这交通动线要特别注意。不过即马也表出讲，有这卖厝的中人去到灾区，要用俗价甲这民众买厝，国土署也要提醒民众，唔通互怪气，这部分就要特别注意。地区继续动工，相关作业无停。最近2摆地震，花莲几个所在的厝起起毁损严重，有的爱重建，有的赶工补强。要毋过重启还是修缮，拢爱用时间。即马传出有帮助，趁机会用价介绍，买受灾户的房地产。网络上有这种讯息说出来，话就是说受灾的、受损的，所以可不可以便宜卖给我？那民众就会被误解啊，说他东西要让渡权利给他。中央听讲了后，唔敢大意，国土署提醒，各项补贴拢会实行，小区民众后续清零，唔通随意卖房地产，也是让到相关款额，更较惊受灾户互一连串的话术牵咧行。戆戆啊袂调，就算有灾民讲无拄到这类的情形，煞烦恼将来防诈骗利用，互有心人摕来去赚再难钱。目前没有呢，我想有些并不是房仲，有些应该都是诈骗业者假冒房仲的名义。灾后中间无停，道路坑满塑胶笋，疏导来往车辆，花莲受损建筑物一边进行拆除，一边管制进出，也毋过包括富凯大饭店、通势大楼、那天雷迪饭店、甲北平街2号顶，未少单拆建物拢伫市区离到封路作业，加减影响交通，上班上课受冲击。规划的还是可以通，就绕一下下路而已。地图出来就避开那些路段就好了。大地震唔若影响花莲当地交通，伫偏乡的秀林乡三镇社区，道路后壁更加出现沙崩，土石流灌满南沙坝，好在地居民真烦恼。那严重的话，可能就是会影响到我们3站社区的10里到11里，整个都会被土石埋没的一个迹象。土石一天无清，加上一直有地震尾，大雨无停，接落来阁是风台季节，新问题连续来，当地民众今嘛就唔望政府单位采取紧急防范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瑞丰的这交通啊，是世界出名的鸟仔村。2001年开始，新北市动保处就成立鸟仔公所筹备处，伫遮的这鸟仔拢有户口哦，方便因管理。即马这交通啊的鸟仔公所正式成立，搁再选出这鸟仔公所的所长，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
去互人甲一个揪揪，这才是拜一升官做高东仔鸟公所所长的陈公仔饼。高东仔的鸟世界有名，才也捌去互 CNN 竞做世界6大看鸟仔的景点之一。2021年，新北市动保处伫遮成立鸟公所筹备处，将高东仔的野生鸟仔入户口做登记管理，也提供绝育、医疗、领养等等服务。拜一鸟公所正式成立，新北市农业局表示，希望游客毋若介意鸟仔，也爱学习正确的互动方式。希望讲，咱游客，咱遮的大家，咱所有人啊，介意猫以外呢，嘛爱来遮呢了解讲安怎哈啊饲猫啊，甲猫做伙，上重要是讲啊，咱爱认养啊，不弃养。高东仔鸟公所是新北市其中一个领养点，毋若是高东仔，其他所在若有适合领养的鸟仔，也会送来这边，互有兴趣的民众领养。新北市动保处表示，除了提供领养的服务，动保教育原来真重要。这个公所成立，伊嘛找少年人团队合作，设立电子导览装置，游客毋若通为地图熟悉高东仔的鸟仔，也通透过趣味的操作，了解和鸟仔互动时爱注意的代志。我们可以透过点击猫咪的方式，像是我们点到猫咪的头部或猫咪的尾巴，或者说其他一些地方它不舒服，那我们可能带出一些提醒的讯息，可能提醒民众说不要这样触摸，他们可能会不喜欢。新北市动保处表示，真欢迎大家来高东仔鸟公所领养鸟仔，不过千万唔通来遮放散鸟仔。因也表示，今年日本新本县上天草市已经和瑞丰区签署交流协定，也指定来高东仔遮参观。高东仔已经豆豆啊成做世界魔幻鸟仔村，希望未来透过济交流和观光发展，提升动物的领养率。记者刘新武、谢桂林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人讲人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子。这热天还未到位，亚洲真侪国家就开始伫咧吹小风。菲律宾这几天已经是超过40度，政府宣布学校暂时停课放高温假。那边加来学生就爱忍受这高温去学校上课，家长即摆也伫咧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囡仔健康。教室有学生囡仔摕纸板做开线，一直热风，有人拍开随身的电风，希望赶紧降温。菲律宾最近因为有小风，首都马尼拉的学生囡仔伫摄氏43度的环境上课，一直讲根本无法度专心。As in, nakakapaso na po talaga siya ng balat. Hindi po siya tulad ng karaniwan lang po dati na init na. 这群学生进前就因为新冠疫情延误读册，即马小风到位，政府下令先停课，互因离毕业搁较远。因为适应现象的影响，即马才4月，菲律宾一寡城市体感温度已经50度，增加青少年头晕甲昏厥的健康风险。停课嘛，地区较散车地区的学生囡仔，搁较歹得到教育资源。换看南亚的孟加拉，小风已经持续1个月。这几礼拜的气温比起过去30年同期的平均温度高4度至5度。虽然当局有延长小风的警报，礼拜也是有一寡所在展开关几落礼拜的校园。学生囡仔拢爱忍受高温去学校上課，家長難免原來煩惱。মানে হচ্ছে এখন গরমের তাপটা বেশি, বাচ্চারা পড়াশোনা থেকে ওরা হচ্ছে অসুস্থতা বেশি হয়ে যাবে, কারণ প্রচুর রোদের তাপ।美國佛羅里達州禮拜有一寡勞工行上街頭抗議要伫今年7月實施的禁高溫保護法。美國去年一寡城市伫小風期間溫度超過50度，拄到熱傷害就醫也是死亡的勞工因為安尼增加。福州有將近180萬人伫做戶外工作，新法說禁止州政府為這勞工提供高溫的保護措施，親像設立熱日的所在，也是互因啉水甲休困的時間，引起勞工的不滿。雖然總統拜登已經伫2021年下令推撒高溫安全準則，不過離正式發布，恐驚都要過幾多年的時間。公司新聞neu眼編譯。講到美國中部有真濟州2倍上無有上百個加利亞風，造成上無有5個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真濟厝攏互風掃甲密密麻麻，轎車也攏冰車，酸得甲真淒慘。空氣畫面會當看到奧格拉荷馬州的流風市，互加利亞風侵襲了後，真濟厝風散做平地，未少車輛風吹甲變過去毀損。美國中部幾個州禮拜互大量的加利亞風侵襲。包括奧克拉荷馬州、內布拉斯加州甲愛荷華州攏傳出災情。內布拉斯加州東部小鎮奧馬哈居民看到家園風摧毀，表示攏真歹相信。Probably utter dread, just yeah, the sinking feeling. This was our forever home, and we've moved twice in the last 2 years, and we were supposed to be done, and we came home, and there was no home to really come to.
美国国家气象局日落记录78件加热风的报告，主要发生伫内布拉斯加州甲爱荷华州。日期阁记录35件加热风的报告，2天累计超过100件。威力强大的风暴也阁为当地带来强降雨。气象专家警告，这可能引起大水、冰雹甲搁较侪加热风。We've had 4 confirmed fatalities. I spoke with the administrator of FEMA earlier today, and she offered her assistance. I told her to thank the president. We're working on the damage assessment. 爱荷华州也有一位查甫人因为加热风受伤，后来送医不治。总计有900人安尼受伤。到礼拜为止，德州有超过5万户停电，奥克拉荷马州有3万户停电。奥克拉荷马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期30天。这个地区当年春季拢会真正发生强烈的加热风，也毋过气象专家指出，破坏力惊人的加热风伫几天来连续出现状况，是真罕快。公司新闻陈伟霆编译。古巴政府伫2023年强制推动数位货币和当地人这使用的习惯是无共款，当地人是爱摕现金，而且有真侪店家无要使用电子支付，加上政府限制这纸票无爱印较大张的，致使银行内面的现金真欠，民众煞拢走去 ATM 排队等要领钱。古巴民众伫 ATM 头前排队等要领钱，不过 ATM 的机台毋是显示钱无够，就是伫维修。有人排几落点钟嘛领无半仙钱。古巴政府为了阻止失控的通货膨胀，加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透明度，以及对货币流动会当有更较大的控制。2023年推销数位货币，要求使用古巴比索交易。店面甲民众嘛拢爱用电子支付，不过这无下古巴人惯势早一支一支钱出门，才有安全的感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店头也是无接受电子支付。国家一直扩大的财政赤字，政府限制大面额的纸票印制，而且通货膨胀使得物价愈来愈悬。古巴人需要更较侪钱，才会当买到生活用品，所以就算因的手头有钱，嘛无愿意放伫银行。这样一个原因，使得银行面临现金欠缺的困境。En el último dato que aparece en el marco estadístico, el 70% de ese dinero está en efectivo y solamente el 30% está en los bancos. 因为古巴比索伫古巴境外无价值，所以这届经济改革煞致使汇兑波动严重。本来古巴政府用固定利率24比索兑换1美金，为了降低民众对外币的需求，变做120比索才会当兑换1美金。不过即马伫乌市起价350比索才会当兑换1美金。政府的货币政策颠倒使得经济压力更较大。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台南政府议长贿选案件今下晡一审判决，民进党一个台南政府议长区丽丽林志典，也有国民党市议员李文俊、李定国等10名牵涉在内，拢互判无罪。议长区丽丽等人感谢司法行因公道，那赢也讲判决无符合社会期待。另外，检方也表示讲，收到判决书了后，会搁再研究提起上诉。谢谢大家。深清一曲中，区丽丽有点忝，暗过心情总算放轻松。台南政府议长贿选案至到下晡一审宣判，因贿赂妨害选举未遂等罪嫌，做了起诉议长区丽丽、副议长林志典、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淑杰、市议员黄丽娇、李文俊甲李定国等10人，拢判无罪。郭在清与林志展讨论相关的情资传言，邱丽丽提醒林志展勿向媒体透露民国配置政党可能性等内容。依检察官所举证据，不足证明邱丽丽等人有贿赂及恐吓的谋意。法院认为通话内容无法度认定区丽丽等人是不是涉犯贿选。2022年底议长选举进前，议员彭旭峰和林淑杰请上车，要求卖出席或者是卖到过信良。照彭旭峰等人的证词，也无法度认定是恐吓。判决的结果，那也表示尊重，不过承认甲社会期待有落差。这个有对价关系这明显的，有暴力介入，有敢听到这么多证据，我们只能说，前礼拜个咧传讲无罪啊啦。起诉案件到现在，我事实上是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是我今天真的是感触非常的深刻。
库里里甲林志典分别感谢司法行因的清白，因为两人伫调查期间，互民进党停权3年，一审判无罪了后，议会党团也马上诉求党中央恢复两人党权。正义到来，恢复党权。开选限为调查起诉到一审判决，经过差不多1年4个月，即嘛判决出来。台南市府表示尊重司法甲议会处理，南京市表示收到判决书了后，会建议提起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演唱会，这个门票是真好买到，网络顶头有票贩仔伫咧卖黄牛票，一张几落千块会当卖到几落万。虽然去年有推动文创法有动法的法规，但是这票贩仔犹原无惊半人，甚至有的人卖假票。立委是要求文化部爱想办法解决。我只是想买2张门票，但是买不到。30年前，周星驰伫电影当中买无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30年后，张学友来台开唱，也是有真侪人买无票。其他亲像 IU、Energy 等海内外艺人演唱会，也拢因看到旧票、娘票的大门。虽然黄牛票的案件伫去年文创法上路了后有降低，毋过情形犹原存在。也有人写抢票机器人定式工程师顶礼拜才被抓。所以它是以不正的这个法条的部分下去做规范，可能用作弊、程式抢票给予惩处哦。你是没有用我们这个就是加购转售的方式的10倍到50倍去罚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啦哦。我们听文化部的同仁告诉我们，其实只要取得相关姓名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还是得修一个法。来让这个法源有所依据才行，甚至请行政院这边提出跨部会协商的需求，让金管会用暂行的办法来提供文化部相关调查的可能性。文化部指出，文创法修法了后，已经补助汉声太原，甲造成宴顶票券实名制。今年已经知影有28场演唱会会用实名制，3场部分实名制。目前有20件申请补助，不过以黄牛票的样态来讲，分做不正方式摕到票券加加钱转卖，其中加钱转卖目前财源已经超过208万。不过有立委质疑，即卖卖黄牛票可能牵涉刑法，所以真侪黄牛改做卖假票来诈骗。没想到黄牛现在好像反而变本加厉，从原本卖黄牛票而已，现在变成是改做诈骗犯。你要用很高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你可能根本没有那张票。整体这种大规模的抢票的数量是下降的。如果你有需求的市场，它就会转化成其他的方式，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针对早期卖假票的事件，或者是卖物件、个送票者变形黄牛行为，文化部承诺，会伫1个月内邀请相关单位来讨论，提出相关指引，避免民众权益受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台北的大巨蛋，当时会当办演唱会，外界也真关注。台北市议会今日举办公听会，邀请各种产业来参加。这唱片业和卖票业者拢认为，大巨蛋收费的方式无优先，办演唱会会当抽的金额对735万，变作是无大动的，影响到举办意愿。也求相关的团体也讲，这大巨蛋的租金无分平常时和假日，历史这平常时拢无人要来做。去年12月，歌手谢金燕伫台北大巨蛋担任阿金赛开唱嘉宾，尾仔都无歌手骑上台北大巨蛋演唱。歌手周杰伦进前表明，想要伫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伫大巨蛋唱歌，歌手罗广仲自驾出席活动做回应。有人想听我唱歌，我就会去唱。台北市议会日9举办台北大巨蛋公听会，找各产业界代表出席。到底台北大巨蛋敢会使办演唱会，变作焦点议题。针对晚向今年1月，甲台北大巨蛋演艺娱乐类单场抽成，为上济735万改做无尽崩。唱片业甲卖票平台讲出心声。规模能够大，其实也就是因为它成本也很高。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今天场地场馆方的收费标准是一个没有上限、抽成没有上限的，那对于这一个艺文产业其实是相对不友善。关于抽成啦、票价等等，我想我们必须要先解决目前的限制，解决处理这个问题之后，当然未来我们都会进一步来讨论。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进前台北大巨蛋伫变更设计时阵，捌有弹数，若做要办非运动比赛，要办演唱会，都要先解决弹数限制。行政管理程序，我们可以确认将来如果做演唱会或者做其他的非体育场馆活动的时候，它是可以确保它安全无虞。
会把这样子的热情、还有想法跟声音都带回去，来做一个内部的讨论。针对台北大巨蛋的未来营运，专家表示，以东京大巨蛋来讲，独家一年做400工用当作经营客户。台北大巨蛋爱多元化经营，60城的巨蛋。我们不单单只是经营一颗蛋，而是经营整个的一个商圈。你需要商圈活络，你当然第一个精彩的赛事，合理的一个收费。台北市体育局表示，当年拢会办理台北大巨蛋营运绩效评估甲考核，若做连续2年无达到70分，台北市政府会当依照契约要求婉容停止营运甲解约。记者综合报道。2024学校午餐大赛，台中清水的青海国中用清水在地米糕，也有当地农产品，可能去营养午餐的菜色，摕到这届冠军。在评审检查每一个选手的衫了后，各组选手赶紧开始备料。台湾学校午餐大赛决赛自8日台北开始，今年主题是以5蔬5行特别推广素食，选手爱在90分钟内做出3菜1汤。想说小朋友喜欢吃的食物和在地有什么食材可以代表清水去参赛，所以营养师就想了这3道菜和1汤，这样去参加比赛。台中市青海国中用清水沙宝、番薯、韭菜加稻米来做菜，将改良版的东米糕加清水农产品做菜，如意菜丝、香丝、腰滚2、3把、鲜果杏菜结合鱼丸汤等，得到评审学老得到冠军。吃在地食当季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好，然后并且我们都会选择有机的食材来入菜。好，那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好加健康，或加营养。我觉得很好吃啊，尤其是这个汤，我觉得很好喝，顺口的，越喝越想喝啊。青海国中校长表示，这种的菜色进前已经在学校做过，师生拢真喜意，尤其是米糕是清水较有名的小吃。发现学生对米糕也较认同感，这摆参加比赛都用师生拢感觉真骄傲在地特色出发。教育局持续加强提升学校午餐品质，并且以5元加码政策，鼓励学校营养午餐使用在地食材。各校每周至少有1道有机蔬菜，有1次台中的蔬果、生鲜、农渔产品作为食材，以专款鼓励营养午餐使用在地有机食材。台中市教育局表示，今年配合中央推动学校午餐11项地区蔬菜类用有机或者是参照努力农产品。政府台中市学校健康饮食教育实施计划，在各校宣导健康饮食教育，让学生自细汉养成正确健康的饮食观念。记者综合报道。肠仔病毒疫情加悬，创下这10年来新高。唔但靠到会引起这动情以外，致死率也变悬。这高端疫苗公司今仔宣布，捐400吨肠仔病毒疫苗给台东，帮助弱势家庭的幼囡仔降低这肠仔病毒威胁。对于小孩子的威胁来说，尤其是2岁以下的小孩子，它会产生这重症的比例非常的高，甚至会引起生命的威胁。这个一支合格的疫苗，它的至于说它的保护力那个打针的话，可以有98.6%这么高的一个比例，所以是一个相当有效的疫苗。根据到台东县卫生局的统计，今年到4月27为止，台东感染到肠仔病毒的一共556人次。不过，这肠仔病毒不是公费疫苗，自费1吨就要超过4000块，注满3吨是完整的疗程就要开超过1万块。疫苗公司也希望讲透过捐疫苗，让弱势家庭囡仔也会当受到保护。搁再过2礼拜就是母亲节咯，袂少人拢会买这剪羊仔花送给妈妈。伫国内剪羊仔花上界大的产区就伫咧彰化参买。去年因为这个发财的时阵撞到风台雨，影响到育成率，今年的产量减少大概3成，价格也起码1倍。红的、粉的，阁有新品种、青色的剪羊仔花。过2礼拜就是母亲节，袂少人会买剪羊仔花送妈妈。台湾剪羊仔花种植面积大约30公顷，彰化参买乡就占23公顷，是国内上大的产区。农民表示，因为天气影响，今年产量大概减少3成。第一就是讲，咱种的时阵7月，咱新历7月就开始种，种了是讲叫大雨啦，迄阵我就刮雨来淡，就真歹啊。
就较会死，上少要炒到10分，减到3分有啦。农民表示，去年新历7月种龙仔花发栽野的时阵，拄着风台雨，影响育生率，花栽的损失达将近5成。嘛因为产量少，目前种龙仔花计销起码1倍。第一年吼，那这个时阵拢头伫个落点拢头伫5-6块，毋过今年吼，因为迄个花量有减少吼，所以计销有起来。目前市场的计销已经到10块啊，一支10块，就是100块左右。参买向农会表示，国内种龙仔花的产业价值大约1亿500多万，其中彰化县占9成。农会甲农民北产，一年大约种20-30万支的种龙仔花，帮助农民找销路。农会也估计，如果母亲节种龙仔花会更较好价。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讲到台南白花的地下笋，即马当咧大出，不过今年到今，敢若前一阵下落雨，进前拢无啥雨水，地区这笋啊收成无理想。农民也无奈表示，今年产量上无减4成5，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农民骑倒摆，甲拄挂好的农作物，再来农会运销中心准备通卖。绿地甲笋当咧大出，本价量侪甲用发财啊在，即摆煞侪人反映拢挂无。地区今年应该用机车载就会使，产量参去年比减4成半，农民怨叹有史以来上严重。就那种袂发啊咧，水淹为下嘛是袂发啊，落雨啊，甲迄两只较落，啊进前都拢无落啊。一个3分地，阮一工会当挂差不多90斤啊，90斤无啦。拄啊挂一块3分地，较挂2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咯。上严重的。农民指出，笋仔袂发，主要参雨水甲气候无稳定有关系。就算即阵有落雨，也毋过落毋着时机，成长期袂富期。白河镇绿地甲笋的面积550公顷，是全台产量上济。农民讲，这一冬才收成1摆，因爱落真济本，该开销几倍的费用。虽然政府有公告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也毋过农会认为补助金额根本无够补贴。较啉车4万1啦，1公顷啦。4万块是你感觉无啥够？无够啦。安怎讲？因为这个一当甲收100尔，啊若伊这个笋仔得发一个期限，收完就发无啊啦，拢个补贴吼斗3工，啊，甲这农民斗3工。这是政府定的啦吼，阮最近会再去评估看是这波的雨水是毋是影响到笋啊吼，还是讲对笋仔的成长也无帮助，阮会去持续关注。去年原产去8农的绿地甲笋有11公吨，今年到今才6公吨尔，农业局回应产量确实有影减甲真明显，尾酒因能够参农改场等相关单位继续掌握后续的状况。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今日初审通过，开放民众检举违规列入去5种的违规样态，包括骑奥多摆无戴安全帽、伫人行道过路线违规停车等等。交通部表示，若准立法院这个会期三读通过，上紧伫咧6月施行。进前交通部建议，这违规罚款1200块以下违规呢，无要开放予民众检举，也无要记点引起争议。今日立法院通过行政院版本的道交条例修正案，包括骑奥多摆无戴安全帽、占用身心障碍车架、人行道含过路线违规停车、临时停车，还有正向停车，这5项依次开放予民众检举，其他是无要开放。部分的路权团体是表示遗憾，认为这轿车停双排严重影响到交通安全，不应该取消民众检举。不过，职业驾驶工会表达肯定，希望未来审查会当徛伫个产业角度，兼顾到交通安全。来看嘉义的基督教病院，这嘉义工会要求病院就要重视欠工的问题，也就要用好薪水甲人才留落来。因是号召上百名的会员去到病院外口抗议。工会表示讲，这半年来劳资协商10届拢无结果，因才会大规模抗议的。针对这款的争议，病院也做出解释。900名嘉义基督教病院、嘉义工会会员站出来发声，不满这半年甲病院协商10摆，诉求调升6%拢破局，也发现病院对欠电费的现象无更加少。现在我们那个开刀房已经有超过30几个的护理师离职了。如果乡亲们
要来开刀可能会一直排，甚至只有医生没有护理师来照顾大家。工会表示，已开刀办为例5月底进前，就特别有30人离职，会当有期手术要延到半年啊，甚至长时间，影响病人快乐。门诊甲卫生科长部门也欠条力，要有条件留住很好人才。不过这半年协商失败也是无结果，工会建议上加加薪6%，一直无放重视。其他医院各调的薪资都比这些还高，那我们觉得应该基本上要调到6%才足够。会跟工会去讨论的。那我就是说，我先让大家知道，医院其实很照顾同仁啊。那我们的整个薪资福利也都是这个偏上。病医回应，互你肯定的是相关问题，唔那是家己。病医一直努力提升员工福利，我2年基层同仁的年薪都有明显增加。未来福利尽管离职率也比全国平均数较低，呼吁员工理性面对。病医会甲工会好好协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4、5月啊，是屏东垦丁选鹅放卵的季节。二八伫咧垦丁后壁湖顶5个所在举办摒扫海洋活动，差不多有捡30公斤的粪扫。这粪扫呢，以这希望啊、管啊、塑胶粪扫上界济。海洋之港下场到水底，加条甜伫选鹅顶悬的粪扫。每当4月到5月是屏东垦丁选鹅生卵的时间。垦管处海洋之港等单位，预备伫后壁湖顶5个所在近海清出大约30公斤的粪扫。这一次的进来，总共有来自全国北中南113位潜水好手，总共清出了30公斤的垃圾，其中以绳索、渔网、铁铝罐、塑胶等最多占了1半以上。除了清粪扫，因为垦丁有美丽的选鹅生态，同款参加近海的选鹅合会，这几天嘛针对附近海域选鹅的生长状况做了解。藻类的鱼变少，比如说我们在海里现在看到莺歌鱼都变少了，可能过度的捕捞了啊，可能是污染啊，或之前的白化所造成的死亡或怎样，它的覆盖面积变少。但覆盖面变少，就藻类就会长上去了。唔拿水下生态改变，垦丁每到到假日都有真侪游客。长期净滩近海的志工嘛表示，虽然这几档保育观念提升，但也是有部分游客乱抌粪扫，恐惊影响生态。都是保特瓶，或者吃完的奶茶啊，或者是他不经意掉下来的塑胶袋啊，最害怕碰到小 baby 的妈妈把他的 diaper 就往海边，那个最可怕，它粘在那个礁石上。屏东花东顶沿海今年拢会定期净滩净海，垦管处甲志工呼吁游客钓客，唔通将粪扫还是废弃的渔具留伫海边，因为台湾虽然是海洋资源真济海岛国家，但是唔是会使永续发展，还是要靠民众对根本上共同维护保育。记者陈焕武、柯正准屏东报道。高雄的中正高工有3位学生，伫今年的高雄市科学展览会发明一种地下水道摄影车，会当感应到有毒的气体。因讲这发明的动机是因为2014年高雄发生气崩事件。另外，也有学生利用这食物红胶壳，研发出会当防止晒日头的面油。这台遥控车真无简单，车顶装摄影机，驶入去模拟地下管道，机器会当记录光线敢有破去，甚至感应有毒空气。中正高工电子科学生今年参加高雄科学展览，就是靠这台下水道摄影车得到第3名。因发明动机是2014年高雄爆炸事件，希望透过科技的帮助减少灾害。研究一个车会使走咧水管内底。用电脑看水管内底的情况。得到好成绩的，阁有这3位化工科的学生，因研发这款红胶壳的面霜，会当消炎，甚至当作防晒病油使用。得到农业食品学科第2名。学生表示讲，因是全国头一个研发的。阮的皮肤消炎，阁会当防晒和抗氧化，因为阮有卡到讲，袂当用人来做试验，机会的话，我嘛会当去为这方向去做。今年高雄市科学展览会有401件作品参赛，中正高工有9组作品得奖，不少主题拢甲环保有关系。学校也摕到团体第3名，是唯一得奖的高职学校。自学校来讲，科展这个部分是入于各项竞赛一个基础这个部分。那学生的投入实在真好。
学校表示讲，这届嘛有科技大学做伙斗相共，互高级的学生会当甲大学生交流，甲科学运用伫生活内底是真罕得的经验。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客人到新竹对24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3度，家己到屏东对23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30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今日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上过。